立命大师张照堂昨过身，食到81岁，伊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影像创作者，不论是静态摄影、翕纪录片、剧情片，拢有真悬的成就。伊自1968年开始，以台湾本土文化为主拍纪录片，伊透过影像对当代社会现象和处境提出观点，也有一个关怀。也因为要感念张照堂的付出，文化部表示要请总统命令保养。所以拍的一般大部分是街头的角落啦、人的生活啦、人的样貌，那个叫做社会风景。心理风景其实是比较像从我这边出发去看出去的世界、看出去的人。张照堂一生从事影像创作，不论是静态摄影、拍纪录片、剧情片，伊拢开创出伊独有的风格。伊捌摕过国家文艺奖、金马奖终身成就奖。张照堂自1968年入去到电视台做摄影，嘛开始拍纪录片。伊的镜头对准台湾本土文化，亲像大甲妈当后头厝、讲厝、王尊正典，拢是伊早期真出名的作品。那当然进入电视台工作之后，你才看到很多社会的问题啦、人的问题嘛，那些东西才会让你思考说，真正人的样子是什么。张照堂1943年伫棒球出世，是台大土木系毕业。不过，伊对摄影有真大兴趣，捌伫中视、公司和超市等等食头路过。制作袂少关怀弱势的节目，也互伊深入思考社会问题。这导演亲像黄信桥做文革拢是伊的徒弟。做文革表示，老师是一个对作品真认真严肃的人，也总是互伊的学生上大的支持和鼓励。纪录片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替弱势者发声嘛。只要这个题材做了以后，是对整体的社会或者是对弱势者有帮助的，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特长。对我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就是失去了父亲了。张照堂老师伫4月初2过身，食到81岁。为着感念张照堂的贡献，文化部表示要请总统命令保养。做文革嘛，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张照堂演过的作品重新放起入到网络，继续启发这创作者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